们台中私立惠民盲校的孩子们能够到这边来演出，能够参与我们今天工具机展的系列活动。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在这么热闹的这么大的一个场面里面让我们惠民盲校的孩子们能够来这边表演。那今天我带这些孩子，他们是我们惠民盲校的喜乐班的孩子，他们是视障的多重障碍的孩子。虽然他们眼睛看不到，智能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们非常喜欢唱歌，也非常喜欢玩乐器。那我今天就带他们来这边有30分钟的演出，希望能够来这边鼓励我们参展的各位厂商们，希望你们在台湾、在台中这块土地上，你们所做的这样一个工具机，能够帮助台湾的整个工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整个外贸贸易的这个进展的果效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在这当中。那我们今天就要带来我们系列演出。那么今天所要表演的第一首歌曲是阿妹所唱红的《站在高岗上》。那用这首歌来预祝我们政府科技，还有我们在座各个参展的厂商，你们都能够在你们的工作绩效表现上都能够站在高岗上。请你们用掌声欢迎他们，谢谢。主持人好，我们要唱站在高岗上。小平当家，你要。